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好扭顺便空。咱拢知影，好扭的身躯骨溜骨溜真歹抓，而且伊阁秘伫空内底。好扭顺便空就是讲，好扭安尼为即个空旋起迄个空，互人真歹抓着伊的影子。即句俗语有两层意思。头一个是在比喻一个人真奸巧，你永远无法度知影伊心内到底是咧想啥物。像即款人，上好是莫甲伊行伤远，较免甲家己惹麻烦。第二个意思是讲，有一寡人想要得到物件，阁无愿意付出，真爱占人便宜。这是安怎讲呢？因为便空讲的是已经挖好的空。一只好扭拢毋免出力挖，就会使伫遮的便空扫来扫去。这若毋是 free rider， 啥物才是 free rider 呢？以上感谢收听。